但市为了摆脱俗称罐头式公园，在3天来持续开辟特色亲子公园，目前已经有27座。不过，议员赵坤元表示，新亚人佮专工去屏东耍因的特色游戏场，所以这期淡市的公园敢真正好耍。进一步要求市长比较屏东一乡镇一特色游戏场，做到一区一特色公园。对此，市长嘛心有所感，表示以人口数来考量，和新营优先行建。我就是听，安尼走，足济家长带囡仔去到屏东咧耍公园，足奇怪，即摆我变相，囡仔是讲我唔转来，因个公园，因个特色做到好，互啊遐囡仔、遐小朋友会当认同，市长你免落去嘛。咱的公园，咱的特色公园，唔免加强啊！我相信咱公务局长一定也做认真啊！吼，那就带来的这一类特色公园是我年来开始用的。吼，以前有啊。咱进屏东是一乡镇，咱总比让他落伍。希望讲吼，咱对这特色的公园啦吼，咱较用心的，搭投资咧袂要紧啦，迄回报绝对会到啦。吼，绝对会回报啦，无你搁用罐头式的，遐拖就遐做嘛，明年就歹咱现在可能就减税吼，咱20个公园咱。我睇20公园，我咩感受，我希望讲咱搁加强的物件，一定爱去啊外口看咧。咱柳营镇蛮有侪1万的，咱年度线1万。我希望是安尼哦，吼，局长，我是透过这图面互你看，你管无大小人，我是讲，伫咱的目标，一区一公园，嘛足合情合理的啦，哦，对不对？咱镇也无合，行政区也无合并啦，所以阮会来你要求一区一公园有过分吗？就是咱的为人口数吼，新营这边则较济，哦，对不对？根据了解，淡市的敬老年金原本是1000块，议员赵坤元为了替65岁以上长辈争取福利，买各县市的年金来比较，提案至少还阁加1000块。对此，市长黄伟哲公开回应，今年淡市的敬老年金合并健保费的补助将增加1000块来发送，预计在库将增加3亿的支出。台湾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